嚟到2026年第35條呢一度咧，就想問翻你有以下呢一幅 graph 喺度，邊一個 statement 咧就會啱㗎？咁喺呢度咧，我就會直接用翻計數機去處理。第一個咧就係話，當 x 咧係上升嘅時候 ，y 咧都會係上升啊。咁所以我哋就檢查兩粒數，我哋就先睇翻，如果 x 等於5嘅話，咁我哋5咧就儲存去呢個 x 啦。咁所以我哋嗰個 y 咧就會係2減翻呢個 log 3，3咧係會係個 base 嚟㗎。咁所以我哋個 y 咧就會計得到係呢個0啦。咁同一時間咧，我哋亦都代第二粒數。今次咧我就將呢個 x 咧就會係代做23。咁 x 咧如果係23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得知到呢個 y 嘅數值咧就會係等同於負1啦。咁所以你見得到而家 x 咧就大咗啦，但係 y 咧就係細咗喎。咁所以第一句咧就係錯㗎。咁如果第一句錯嘅話咧，就可以先刪除咗呢個 option A 以及 option C。咁喺第二句咧，佢就話 x-intercept of the graph 咧就話5，意思咧就即係話當 x 等於5嘅時候 ，y 咧就會等於0。咁我哋會見得到咧，其實都啱嘅，因為我哋咁啱代咗呢一 set 數出嚟。咁去到第三句咧，佢就話 y-intercept of graph 咧就會係2，意思咧就即係話當 x 等於0嘅時候 ，y 就會係2啦。咁你睇翻啦，如果 x 係等於0嘅時候 ，y 咧就唔等於2㗎。咁所以變相咧第三句就會係錯，因此個答案就會係 B 啊。